大家好，今日係3月7號，星期二。咁成個市咧仍然處於一個整固等變之中嘅。咁事實上全日個波幅都係好細。不過有一樣嘢喎，琴日個市咧雖然唔係話升好多，但係叫做回穩啦，有幾十點嘅轉定啦。今日亦都如是，即係個市連續2日係斷定咗㗎啦。咁到底23,511點係唔係成個調整嘅低位呢？而家呢1分鐘梗係唔可以肯定啦。但係只要嘅指數喺現水平升翻百零點上去，已經可以翻上20天同埋10天線樓上㗎啦。即係換句話嚟講呢，而家呢刻個市係少少不明，但係唔係代表個市呢係唔會再進一步向上推升㗎。因為今年到而家呢分鐘呢，有一個技術形態比較即係怪嘅，就係1月嘅低位係1月3號嘅21,883，到2月份嘅低位呢，又係2月3號嘅22,997，到3月份啦，暫時嘅低位呢，又係3號嘅21,511點。咁當然知啦，1月份個高低個波幅有1,514點，到2月份只係得1,219點嘅啫。3月份我估計都唔會太過多㗎。但係問題就係成個中期升浪而家呢1分鐘未甩㗎嘛，因為指數一日喺50天線樓上或者冇跌穿50天線呢，就係代表成個中期走勢、中期嘅升浪仍然都仲係未破壞㗎。咁相對低位係21,488點嘅起步，高位係24,216點。而家個市係挨近個高位個頭㗎，係跌有少少幾百點嘅反覆，但係冇話點樣跌嚟到㗎嘛，係咪？所以3月份呢，暫時嚟講只係過咗幾個交易天嘅啫，剩翻餘下嘅交易天呢，只要個指數喺是但一日已喺現水平有80點嘅抽升呢，技術上已經可以咧出現咗一個初步回穩嘅信號㗎啦。喺嗰刻，如果指數能夠翻上去10天同20天線樓上呢，亦都係代表咧成個弱市頂嘅格局又再重現。我所講嘅頂就係今個月暫時嘅高位24,080，呢個係3月2號嘅高位。再向上望呢，就係咧2月23號嘅高位24,216，呢個亦都係反彈市暫時嘅高位。再講啦，3月份嘅市其實冇變，直到呢一刻暫時嚟講都係先高後低，高位仍然係2號嘅24,080，低位仍然係3號嘅23,511點，569點波幅，斷估都唔可能滿足到成個月嘅要求㗎啦，係咪？咁即係話，如果23,511點，如果能夠成為今個月嘅低位嘅話呢，高位不單止可以上破2月23號高位，甚至乎可能咧進一步咧係挑戰，甚至會突破舊年9月9號嘅高位24,364點啦。不過要補充一句，我講過啦，一個中期升浪咧，我就以去10到12個禮拜計，12個禮拜啦，好唔好？咁如果你12月28開始行嘅，你到3月28係差唔多㗎啦。所以你話早一個階段唔入市，你到而家就算你要買咧，我就唔建議太過大手啦。當然知啦，後市點睇咧？始終我都仲係睇高一線。不過唔好忘記喎，5窮6絕喎，即係如果呢個市喺3月份進一步抽升，或者4月份都摸咗個高位嘅話咧，唔排除5、6月份個市會有一個所謂嘅中期調整嘅。一般嘅中期調整，我估計都要6到8個禮拜㗎啦。咁即係話而家呢分鐘再買落去咧，細住好啦，唔好重追。今日講到呢度。